第6密送出邊，捷足奔馳後邊4隻啊，尾4中檔啦，黃衫打緊邊啊，管之友啊，尾3內欄開心3多啦，後邊2隻八進笑星同埋三江飛輪嚟噶，捷足奔馳咧收到好慢嗰匹嚟噶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客家之光走甩咗1個馬位啦，見中間位置綠色巨人就好大隻追緊佢噶啦，外邊有幸運同行上緊，再見到出邊有管之友，入邊呢就夢照發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客家之光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幸運同行個勢頭相當勁啊，3幾步已經將佢追過，管之友進佔第3，綠色巨人響第4位，接近終點啦，幸運同行贏啊，客家之光第2、第3名噶嘛，管之友。啦，咁啊過呢個6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係比特星嚟噶，內欄位置就節節有福啊！咁啊第3位嘅馬呢，仲有勇敢歡欣，第4位黃金俠啊，第5位橙色眼罩電信驕陽啊，後邊嘅馬內欄褪啲喎，係嗰隻萬事得意嚟噶，再後啲嘅馬匹啦，咁啊先見到外邊有超勁火力啦，再後邊嘅馬盛世威風越進之機掟出去外邊長勝力區最出嗰隻呢，就係的愛好嚟噶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就係呢隻比特星啊，中間節節有福追緊佢啦，外邊呢有隻電信驕陽亦都上緊，埋邊係越進之己啊！最後100零米，節節有福響中間，外邊橙色眼罩電信驕陽兩隻馬相當接近啊！埋邊有比特星第4名，係越進之己啊！